Hello，大家好，我是苏州媳妇戴戴。那么我现在一早上就在石路三塘街的步行街上面我今天过来吃汤圆了，因为我一早上代购嘛，早饭还没吃，我就过来吃2个汤圆。他家的汤圆呢都是就是现包的然后是现下的，那么口感呢也很好。他家比较有特色的就是鲜肉、芝麻、豆沙还有花生。我觉得口感都蛮好的，但是我自己个人呢就比较偏向于鲜肉的汤圆。然后大家看一下他家墙上有苏州老字号苏州非遗小吃等等，就是口碑还蛮好的。那么老苏州的汤圆要吃呢就要吃猪心年，应该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来的话，应该都吃过他家的汤圆吧？大家觉得他家的口感怎么样？评论区可以留言哦。然后我今天是吃了2个汤圆，一个是鲜肉，一个是豆沙的，3块钱一个。看这个汤圆看上去不大但是还可以了，我自己吃2个就够了那么我们苏州不叫它汤圆呢，是叫汤团的那么我吃了一个鲜肉，看看这里面的汁水是不是特别多都溢出来了。你看我咬到最后，它那个幸亏有勺子不然那个汁水全部流掉了，就是汤汁特别的多，吃到嘴巴里面是鲜甜口，而且它一点点都不腻的。那么这个豆沙呢也比较好吃的，吃的就是糯糯唧唧的，比一般你们吃到的那个超市里买的那种冷冻的汤圆要好吃很多很多。它就是现包的，口感非常的鲜喜欢吃高团汤圆的朋友呢，一定要尝试一下喜欢苏州特色美食的朋友呢，记得点赞关注，我会不定期的和大家分享苏州美食。我们下期再见。